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數班人影片。咁大家都應該知道七七八八㗎啦。咁我哋嘅牙牙咧，有可能會俾下一次嘅更新，將佢嘅樣改容，即係會變得冇而家一樣嘅樣，然之後佢就會變得唔知到時候會醜樣定係可愛啦。咁咧有好多牙牙愛好者咧就感到非常之不滿啦，因為今次嘅更新會改咗牙佢本身嘅嗰個可愛特質啦。咁事情嘅原因就會係喺上年嘅12月，嗰個法國嘅空氣清新機咧，嗰個品牌就話荒野亂鬥隻角色抄襲佢哋，然之後所以咧就搞到荒野亂鬥就變成咗而家咁樣嘅樣。但係咧嗰陣時2019年嘅時候咧，荒野亂鬥已經冇當一回事，照上架呢隻角色，所以搞到而家佢就打官司打贏咗嗰個法國嘅空氣清新機。然之後法國打贏咗官司，令到荒野亂鬥要補償33萬嘅精神損失費。但係我個人認為咧，牙佢應該係唔會俾人刪除呢隻角色，只不過會改下個樣，但係都係有機率會刪除呢隻角色。如果刪除呢隻角色，有啲玩家就將佢升咗巔峰，所以佢哋嗰啲玩家就會少咗一隻巔峰角色咯。咁我都同大家講咗個事情同埋結果，所以如果你想繼續睇多啲我關於啲類型嘅片嘅話，咁你就留言同我講。咁大家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 我。我有機會，如果呢條片 like 超過10個嘅話，咁我就有機會拍下一啲關於呢啲嘅題材影片。咁我哋就下條片見，拜拜。